现在你去吃饭啊？吃饭。彩票到海？到海700。啊，是办暖暖，为富同地的人呢，快点呢！儿子辛苦，儿子磨叽。你要是2路汽车啊？就是300板哪2路汽车，公检车浪费，检车够肉。你没大去搞一道子啊！哼，用阿调个闲话讲，一道公道。暖暖阿是讲讲是呢，讲笑笑，眼泪没水。一道跟爸爸出去坐汽车子啊，上趟去公检车，虽然不是爱德山么3克上场，一上去坐才也困觉，70岁个啊，作孽得来。现在还不是叫身子个光环，反正你出来么公检车啊是个，38路，当我不稀。身子个手脚也拿出来。哦哟，囡囡今朝像新姑娘了还，一身红，龙河天高带子。到还是上厕所。哎哟，那良心单位还管，喊你擦擦空多吃点啊噻。我还得到了，2个半帮眼狼搞一个身子。啊，你不晓得你老娘不吃牛肉噶？你太疙瘩子，牛肉、羊肉不吃，搿个不吃，关个不吃。我看你手摇了都有啊。啊对。那个2块钿啊。用好了，现在我请客。反正我晓得你肉拉痛，我肉不疼，男人的斗气啊晓得。你记住我比个讲，我哪不晓得讲。自从口子拿得包包个结婚，老娘高兴，我觉着一比。听我说个再斗气的人侪是我，你还觉着？对。自从口子到结婚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。皮蛋蛮好，侪是凉特色。这烤鸭的鸭胸啊，蘸糖先吃。然后最后来一点点酱，是个鱼座，那个上我面看到也有一点点脆皮的海吃。身子个6个月他就不怕了。你买的吗？那个也手动流啊噻，不用的，1块钱，当然上吧啊。用开嘞。不，当然上，我自家倒个10斤子，请客别单就上一次，本人请客么够的。你搞年饭了。妈了，来。高知乎真的报了第1。这个报名几辰光比一个家哈？刚刚比，就在刚才。有可能你都儿子阿拉是也在。阿姨你就只能自己包一个。我自己包好了。不要那么。啊，是这样的咯。有两年吃的吃饭饭噻。不行的，辣得不得了。少吃点辣再吃。啊，是抓紧辰光猛吃。要来的啥人的，发人的。我从来没看见那办公室，顶多么么酱。他最喜欢的就是我，父慈子孝，全宇宙最可爱。你知道办了海娘？我也吃过。哎，宝宝办这一办开心得来噻，囡囡啊，说明你不老办这个啊，难得办一办，已经激动得了3心上扑通扑通扑通天。那个倒拖把，那个看啊，彻底是吧？1包60块，你喊我换一看，这里面还至少80块钱。今天这个烤鸭不行啊，老得不得了。我觉得还行，别疙瘩。我回去呢，水煮一煮。哎呦，囡囡，你还是哭着吃啊？倒不是我们在噻。哎呦，作孽！哎呦，甚至半日没地方拍奶粉，自家吃饭在，身子倒不是我在，还去讲他在。抖音、